平安，时间到啊吼，我是平安。好，时间已经到，咱做伙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阮伫遮来献上感谢，感谢你，互阮透过科技，用网络三甲来组织。虽然阮无法度用实体来组织，但是阮犹原用相款的心志来追求主伫信仰顶悬的教示甲提醒，也帮助阮哪来哪亲近你，帮助阮甲人的关系哪亲密。阮今仔日也要搁一摆透过圣餐的即个议题做伙来思考，恳求主你帮助阮，阮会当来了解明白即个圣礼典圣餐的真正意义。阮特别为着风台所影响即个风雨来祈祷，恳求主你来保守台湾即个土地。也为着明仔载的投票来祈祷，恳求出来掌权，互阮的台湾会当真正有民主，也会当来伫阮的国家的利益做优先的思考。阮也搁即个为着阮的教会礼拜堂的建筑来献上感谢甲祈祷。伫阮的主位林庭长老的带领下面阮的即个主体即个厝顶也已经灌浆完成，也得到主你特别的恩典真好的天气伫即个灌浆了后，你也赏赐阮雨水来灌溉保养阮即个灌好的水源。为着阮今仔日的永暗的组织，搁一摆献上感谢，恳求主你圣神的智慧，即时赏赐互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先互咱看一个前礼拜文福长老咧讲伊找无吼，我有找着啦吼，嘿，这是对咱国家的即个历史资料库内底吼，这名拢无用掉吼，这资料库内底都无用掉啦吼，所以互咱看一下吼，这真久，这是屏东校查吼，这是屏东的排湾族的教会，这内底有写着某物人因为什么款的关系吼，伊就伫婚外情啦吼，这个吼婚外情吼，然后去互教会来禁圣餐吼，才有两个人的吼，才有两个人吼，所以互咱知一下伫过去对伫守圣餐这个代志是足严肃的看待啦吼。好，今仔日是要搁继续来讲着圣餐，特别是因为伫前礼拜了后，我就一直一个议题走出来，就是因为伫前无偌久，我要倒转来进前，伫美国，阮伫教会内底所拄着足严重的即个规个咱英语叫lockdown啦吼，即个封锁有美国有1/3的人口是受规定袂当出外吼，即种的情形的下面会产生对礼拜、对圣礼典，甚至对洗礼、对结婚、对葬礼，吼，你无法度去参加，你要安怎去处理即个部分吼？嘿，我有用真济的相片吼，今仔日的相片较济吼，我会慢慢甲咱来思考讲，伫疫情的中间，咱咧面对即种的困难的时，透过即个科技，亲像咱即摆安尼用网络，咱咱这毋是叫做直播啦吼，咱叫做网络聚会吼。我等下去解说直播甲网络聚会有啥物无共款啦吼。好伫这中间要安怎去执行啦吼？伊捌有台湾的中会的牧师中尉来问我，因问我意见讲，网络的圣礼典会当执行无？我讲阮实际拢咧执行吼，
当然这边有伊的困难度，嘛有伊的优点。我连伊遮个我拢会讲吼，拢有一寡相片互咱来看安尼吼。所以我今仔日用足侪时间去整理我足旧的相片甲遮个资料吼，伫即礼拜中间一直咧写遮个物件，吼较歹势，今仔日较慢互咱啦吼。好，伫武汉肺炎影响咱所有的性命，咱会讲，咱的生活完全改变啦吼，咱的生活真正是完全改变，对伫一般过去的生活的方式有改变真济吼，改变真济。比如讲，即马特别是伫台湾啦吼，咱即马挂喙암已经是足正常的代志啊吼。虽然咱台湾人挂喙암是已经伫疫情进前就算讲真普通啦吼，但是无遐尔普遍吼。咱的生活受到真大的改变，对伫教会咧看礼拜即种礼拜的观点、圣礼典的观点，有产生真大的变化吼。今仔资料内底有淡薄我用旧的资料，当然个转来思考迄个圣礼典的真正意义是啥物货啦吼。伫疫情进前，真少教会咧做直播的工作啦吼。即个疫情了后，变做真少教会无咧做直播吼。我解说即两个字的讲法吼，这叫做直播。我听真侪人吼，拢念做直播吼，这毋是啦吼，迄个你去汇款迄拨款吼，才是拨吼直播吼。好，咱要安怎来看即个教会的直播对礼拜圣礼典这等等的吼，这当然这是现代教会足重要的议题啦吼。疫情的中间的圣餐要安怎接受啦吼？当然我牧师认为讲，咱要讲圣餐进前，就爱先来思考即个礼拜啦吼，礼拜吼，因为圣餐是伫礼拜内底吼，咱若准会当用网络的礼拜，是安怎袂当用网络的圣餐？我要互咱思考的角度是伫遮啦吼。所以伫疫情发生，我大概小可讲简单的历史啦吼。我2020年1月初吼倒转来台湾是带无顺利，倒转来做癌症的复杂吼，迄个复检安尼吼。我前脚转去，我会记是1月19吼，我转去美国，结果21号第一个病例就发生啊啦吼。美国嘛共一天吼，但是发布较慢，发布较慢。迄个共迄个病例吼，是伫即个无顺流上班迄个城市，佮伊上班的迄个 shopping mall 内底吼，咱讲迄个购物商场内底吼，对阮来讲是离足近的第一个病例啦吼。但是美国因为吼线，为什么呢？伊受到 WHO 吼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台湾已经甲通知吼，伊无要插咱。伊感觉迄无代志啊，迄著是 SARS 尔吼。SARS 是敢若亚洲人，特别是有咱讲中国、香港、台湾吼，才会有影响所以结放线。迄阵无感觉讲足严重安尼啦吼。即个病菌开始大流行吼，是因为咱足早就知影，咱2019年的年底。咱就已经派专家去中国的武汉去做调查甲研究吼，但是真可惜啦吼，咱无法度伫 WHO 内底有真大影响力，因为咱毋是正式的会员，甲伊通报伊嘛无咧插咱吼，所以美国受到美国的即个咱讲防疫局吼 CDC 的影响吼，伊就感觉讲无要紧啦吼，无啥要紧。阮一直到3月迄个时阵，才开始紧张，已经差1个月去啊吼，差1个月吼，一直到美国发生大量的死亡吼，咱2个月中间死差不多34000人吼，34000人吼
伫即个3月19号已经过2个月才忽然间宣布禁令啦禁令。我捌甲咱分享过，有一天阮礼拜转来甲无顺利去阮咧社区咧散步，讲行诚好，拢无人无碰啥。礼拜下晡拢足侪人伫迄个社区的公园咧散步伫遐咧耍安尼迄天拢无人。了后阮转来才看到迄个消息讲，迄天开始宵禁啦我嘛无注意着啦好，即个禁令一出来有足侪人拢袂当出外，特别是迄个时阵影响上大是65岁以上为什么会安尼？因为美国迄个时阵死上早上大批拢伫老人院内底拢伫老人院内底，伊的抵抗力较低伊拢是迄个咱咧讲群聚啦讲关开间的安尼所以一着因安怎来阮咧甲分析啦，就是讲因的假日囝儿孙拢会去老人院去看阿公阿嬷结果因为美国人放拢感觉讲这无要紧感冒尔定安尼感冒死的人比这较济，因拢安尼想啦所以因有可能染着病，因家己毋知影少年人可能较有抵抗力，着扫2声就好因就去看因阿公阿嬷，结果阿公阿嬷着病了，就规个老人院拢受着影响安尼所以迄阵会对长者来限制有足大的即个因素伫迄个所在要讲即个背景是因为3月19号了后，就忽然间受到通知，教会就袂当公开去做礼拜，所以教会拢袂当有人入去拄开始的时阵所以阮伫真短的时间开始爱去研究讲要用什么款的软体家己也拢袂晓要买什么设备啦逐个牧师就开始讨论同工就开始讨论但是阮袂当见面嘛是透过手机头起先透过手机安尼讲尾开始用即个Skype开始学即个 Zoom 尾佫讲 Zoom 有中国的背景，安那等等的佫足侪问题啦开始去学真侪的即个直播的软体，开始伫遐咧试，看倒一个上适合咱家己来使用安尼所以开始就开钱去买软体、买硬体，开始来学这物件。牧师有可能伫真短的时间，因为需要赶紧去学。我知影阮伫美国佫有几个牧师到呾毋捌用的啦但是就是讲为着需要，一定爱去使用。但是一般会友特别咱拄则咧讲着讲遐长辈，忽然间关起来，你嘛无才调去因兜甲教你嘛毋知伊有设备无你嘛无法度甲伊设定甲伊手机下载迄个软体也是讲伊的手机无够好，你着爱联络因的囝儿孙讲你去买一个 iPad 你去甲伊安怎设定，你甲少年讲较紧叫因的少年着去甲伊设定所以迄个时阵用真侪时间、真侪功夫去处理这代志一个目的尔定，就是要爱伫即个封锁的期间，会当游玩有即个礼拜透过网络咱咧讲的讲礼拜的直播是讲咱咧讲古早讲叫做录影转播咱定听的就是先甲录起来了后找时间才放送出去这是过去较早期的一个方式但是即摆拢是 live 啦拢是现场咧直播就出去所以咱甲礼拜的情形送到伫会友因兜，透过网络，咱这叫做直播直播即马就有分伫 YouTube 你时常会当看，也是讲现时阵现场的转播安尼所以互因会当看到礼拜的现场即马问题来有的时阵较严格的时阵，只有限5个人会当去，是毋是？我拄则讲，拄开始的时拢袂当互人伫教会内底，公共场所拢绝对袂当互人。迄个情形的下面，牧师只有伫家己一厝里，亲像即马安尼来甲咱用网络安尼咧讲话安尼
迄阵诶礼拜形式吼，虽然咱讲用电脑、用网络安尼，但是其实有几个无共款诶思考啦吼。呃，我爱甲即个礼拜直播甲网络礼拜即两个甲分开吼，连伊我会去解释啦吼。就是讲伫摄影诶现场，伊可能毋是伫礼拜堂吼，就讲拄则讲伫公共场所袂当人入去啊，限制5个人诶时期。有可能无礼拜现场，亲像安尼牧师穿一个牧师服，直接甲逐个伫遐来讲道。礼拜天事要安怎做？这拢有一寡问题，这拢有一寡困难啦吼。好，直播就是讲，甲礼拜的现场来播送出去吼。全世界第一个用礼拜现场转播，其实毋是迄个水晶教堂吼。我连咪会去讲到这个部分吼。美国的天主教的加州教区，因上早就用即个摄影机，甲弥撒的现场录起来，然后才送去互教区内底真济所在有可能无神父，或者是讲因想要听主教来讲道主持弥撒吼因足早就用安尼吼。迄个时阵还佫无直播的概念吼，较无直播的概念吼。伊有可能嘛录做 VHS 的录影带吼，送互教区吼。了后，第一个将礼拜的现场送出去，透过网络送出去甲全世界，是水晶教会苏勒牧师啦吼。伊有两个来源吼，第一个伊是甲天主教来学习。过来，伊拄着一个布道家吼，即个格里汉布道家吼，来甲伊鼓励吼，然后伊就伊就无款吼，足够买足好诶设备啦吼，伊诶水晶教堂迄个时阵吼，有足济足专业，你要看电视台迄种足专业诶摄影机，伊拢有啦吼，伊甚至圣诞节过活节吼，拢会当开钱请。跳舞的啦，音乐家啦，也是舞台剧的啦吼，来演一场，每一场拢差不多30几万美金以上吼。安尼大场的这个卡司，伊拢甲录起来，播送去全世界安尼吼。伊有一个真特别的聚会，叫做全能时间啦吼。咱台湾有一个基督教电视台咧甲代理啦吼。这个 Hour of Power， 伊拢总行销到156个国家吼，听讲有130几万人咧收视。虽然即马水晶教堂已经去用拍卖，天主教接手去吼，但是呢，这个 Hour of Power 佫是因家己的人吼，迄个苏勒牧师的后代安尼换手这个工作吼，佫继续啦吼，佫继续。好这是伫我有写一本册《从水晶到基督》内底，我有写这个资料吼，我这资料伫内底摕出来吼。好，这个直播互苏勒牧师诚做全世界足出名的一个牧师吼，伊嘛真够讲道啦吼，伊是成功神学的推广者，嘛透过安尼来推广，有足济全世界的基督徒拢拍机票去南加州去参访因的教会吼，去观光就对啦吼，看到伊迄个宏伟的建筑吼，嘛有足济包括台湾的牧师吼组团去上课吼，上什么课？成功讲座吼，这流行一站啦吼，好。但是吼，坦白讲呢，咱要注意一项代志，这个130几万全世界听这个节目，我咧讲节目吼，听这个节目的人，毋是苏勒牧师的羊群呐，吼，为什么安尼讲？当水晶教堂经济破产去申请破产法拍的时阵，这人走到无看影啦，走到无看影。我会记得当法院宣判迄个要甲这个水晶教堂规个 campus 迄个规个礼拜堂区吼，
区域拢总交互即个天主教去叫买的时阵，使了牧师佮对法院出来佮讲吼，上帝所赐的天使吼，得要到啊，钱得要来啊，吼，安尼吼，但是无啦吼，到尾也无啦吼。甚至伫迄个水钱教堂内底一个足大吼，几若百万美金的即个管风琴吼，就是意味伊伫即个电视的直播中间鼓吹一个对芝加哥足有钱的人捐献200万美金，就甲即个管风琴吼买落来塞落去安尼吼。即个就看伊讲，直播有伊的功效啦吼，实咧即个字写毋对吼。好即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需求啦，比如讲伫礼拜主日礼拜直播啦，一般的聚会啦、葬礼啦、婚礼啦，以及咱讲开会吼。我连咪会一项甲咱讲，我有一寡相片也互咱看。礼拜直播当然最主要是要甲主日礼拜播送出去，互一般的聚会嘛需要安尼啦吼，特别是小组教会因的小组聚会吼，这足重要的吼。但是小组教会其实吼，甲一般聚会吼，应该我爱囥咧后壁吼，就是互动式的即个网络啦吼。这连面再来讲吼，主日礼拜伫咱讲的上严重的时间，公共场所袂当入去，所以牧师只好伫厝里家己操作，家己用，家己放迄个圣诗的音乐吼，佮要求大家麦克袂当开。因为你若逐个拢开，逐个拢唱歌吼，连咪只唱过唱倒转来吼，时间拢拖到声拢学袂传吼，所以麦克爱关起来，然后家己伫厝里唱歌吼，佮爱甲周报放伫迄个 PowerPoint 内底吼，牧师当一个一人影音小组，爱去执行安尼啦吼，所以有简单的器材就是电脑，像我即么用电脑。甲咱咧执行，嘛会当用手机，嘛会当用简单的摄影机吼。我这嘛是尾啊伫美国东港买来互我的吼。迄阵就是用这咧做这个直播的麦克风安尼吼。所以迄阵学足侪设备啦吼。好，所以迄个时期通常牧师伫厝里拢是一个人吼，直播小组安尼吼。器材啦、软体啦，佮来开放到5个人以下的时阵吼，美国嘛安尼，咱台湾嘛安尼啦吼。牧师、佮书会者、司琴者，佮2个做影音的，安尼5个吼，安尼个。你毋知影伫台湾吼，英国教会牧师捌甲我分享过吼。迄阵限制5个时阵吼，警察捌单爬去你甲因礼拜堂厅内底看，讲因真正是毋是5个，你知影？伫高雄有教会，就是因为超过5个去互开罚单吼，罚袂少钱啦吼。所以伫即个足困难的这中间，即种的礼拜的播送，伫迄个时阵足重要吼。所以咱讲的传统的教会的礼拜啦，还是讲查经祈祷会啦、读经会啦、团契聚会等等的吼，逐种的聚会，对我讲小组聚会足重要吼。小组教会吼，无主日礼拜拢无要紧哦。迄个小组是因的迄个活命，你知影？吼，迄无小组吼，教会同帮你。你像讲伫马鞍山教会吼，你搁另外一间足大间的教会，马鞍山教会伊就是小组教会吼。伊有几若个无共款的所在，拢咧主日礼拜，但是呢，伊是用啥物方法？伊是用主堂的。主要迄个就是牧师伫迄间教会会录影送去甲别个，所以对因来讲，礼拜毋是上重要的，因为小组才是上重要的吼。这是因无小组的互动吼，是足困难发展啦吼。所以我连伊伫网络礼拜中间有迄个小可来讲着即个部分安尼啦吼。好，所以小组教会伫即种聚会中间，因就开始脱离迄种直播的功能尔定单向的吼。直播是单向的，就像我即摆咧讲话，恁逐个拢用听的吼。但是咱连咪
牧师会甲咱问讲，你有啥物想法？你有啥物意见？你有啥问题？迄就是互动。一般直播是没有这个互动，像咱礼拜日的直播了尔就结束啊，因为后一场欢喜就要开始啊。我会记得我伫2月23号去高雄真金我的舞会时阵，因为主任牧师就甲我讲，你讲道敢会当到几分哦？遐有一个计时表哦。因为阮后一场共款要用即个网络来播放所以袂当拖所以你无迄种互动的机会啦所以即种直播是无注重人甲人的互动，就是单方向安尼啦但是即个小组就较注重双方面壮丽直播其实阮家己有拄着啦，我想我歹势甲迄相片藏起来因为2020年9月初到阮丈姆过身，阮迄时阵也无法度坐飞机转来伫台湾嘛是受管制所以阮就全家口伫美国拢用手机伫看迄个壮丽迄个情形安尼所以迄种壮丽的直播伫迄个时代特别我会记得伫美国疫情迄阵上严重是纽约有足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有一个台湾的真有地位的一个律师，伊去做志工了后伊单染病来死去真侪人想要去遐参加，拢无法度参加，嘛是拢用网络来将即个像因兜的人嘛无法度去参加，只有迄种因迄个无远的人会当去处理包括火葬包括台迄个时代是真悲哀的时代啦但是这个直播换了某一个程度来解决人的迄个需要你讲无现场去参加无算数但是坦白讲，因为透过网络看会到，已经受到足大的安慰咱毋通忽略迄种功能啦这个讲法连于到伫圣礼顶的时阵，会搁去讲到这个部分啦好当然迄个时阵毋是袂当讲流行啦就是讲你只有会当安尼定啦无法度长途旅行的长途的亲友嘛透过安尼嘛因为安尼有搁较侪人会当来参与这是另外一个利益的所在啦过去就是逐个拢到现场嘛，你袂当转来就无啊嘛加就接到一寡资料安尼定。但是因为这个情形，所以用直播就所甲这个网址拢总送互所有的人你只要无论你是世界伫倒位，你拢看会到这是另外一个功效出来了婚礼直播我洛杉矶长老教会服侍一个姊妹，伊就是用网络婚礼迄个时阵甲伊的医生的先生就决定要结婚伊嘛你想讲这疫情嘛毋知爱搁偌久所以因就想讲好就决定要来伊就现场迄阵规定5个人伊就伊的朋友甲花童搁因安尼拢总伫迄个所在这就是阮当初时的一个画面啦你看逐个拢穿正装拢穿正装这是因新娘的爸爸妈妈伫这个伫中国伊厝里就家己搭一个喜用安尼来表示欢喜查某囝安尼结婚，虽然是透过网络这是个另外一个迄落用安尼逐个来参与像我拄则讲的颠倒较侪人会当去看到、去参与到、去看到、见证这就是因的这个情形一个姊妹帮忙因安尼打点边的这物件安尼这就是网络的结婚啦这是当初时的情形会议要安怎？会议第一个，阮就开始去问美国长老教会、阮的中会甲总会，网络会议有算数无？
再来网络投票要安怎做才有合法性？你迄阵问足济啦了后就是对总会甲中会来甲阮解说指导，讲爱安怎做才会使牧师伫当初时担任迄个南加州台湾人基督长老教会联合会的主席啦迄个位就差不多咱即马讲的议长安尼啦我上时阵也担任美国全国台湾人教会联合会的书记所以阮两边拢爱开会阮拄着上困难的就是后壁即个 NTPC 就是全美国的台湾人教会联合会要开会要安怎无法度去调集阮同工有法度开安尼来筹备啦所以伫迄中间讨论介久啦，要安怎来点人数，要安怎来投票，要安怎议决，要安怎做记录，其实我遮的所有的画面，当初时就是来做记录的一种方式啦阮伫记录簿内底，就爱附遮的相片起来，有偌济人参加阮讨论什么款的议题安怎表决等等遮的做伙为着全北美美国遮的即个教会台湾教会来祈祷这拢对美国逐所在来的遮的牧者组织做伙这就是阮正式开年会的时阵啦有的人无开摄影机但是到落尾要爱投票的时阵，就爱要求爱露脸，爱甲截图爱甲截图像这尾下就是当要求爱露脸，爱截图这个会议才有算数这是伫美国长老教会因真清楚的指导的一个方式安尼啦这爱露脸安尼过来举手表达你有同意等等要迄落当然尾啊，佫有软体，佫有发明一种投票机制迄是到落尾拄开始的时阵佫无所以有突破足济的困难啦用安尼礼拜开会拢有法定效力了过来咱等下就要讲到网络守圣餐到底可不可以啦因为伫台湾产生足济的即个争议安尼好，网络礼拜甲直播有啥物无共款啦咱当然先对即个名词来解说直播就是讲拄则已经讲甲礼拜现场播送去会友的手中，互因去看安尼尔，迄叫做观赏观赏基本上影片嘛，所以牧师定咧讲你就会当刷来刷去啦，你不想看你就可以刷走了我会记得我伫美国迄阵答应要转来时阵，我嘛一直参加咱的即个网络的礼拜但是无法度互动，迄个简单的互动是伫边会当留话我有甲咱的同工留话讲无听到声还是讲画面不清楚咱的同工就用文字去甲我回复捌有安尼的情形但是就无法度亲像安尼来对话迄种情形所以这是直播，基本上是单向的单向的是我讲你听，我讲你听安尼尔但是网络礼拜，既然是网络礼拜，就是讲透过网络有礼拜的实质，礼拜有啥？礼拜有诗会，有宣调，有诗琴，有唱歌，有读经，甚至阮佫读启应文佫牧师诶，即个讲道得到祝福了佫来咧，咱伫礼拜堂会做啥物代志？会开讲嘛会开讲，即个足重要。伫疫情的中间，网络的礼拜比直播佫较重要因为礼拜是重视人甲上帝的关系嘛，重视人甲人的关系所以迄个互动的聚会咱的网络的读经祈祷会啦，咱的今仔日的灵性成长班啦咱的小组共款拢是互动迄个互动是包括
礼拜做中心以外，阁有人彼此的分享代祷等等的吼。所以我伫阮家己的教会，我就邀请因礼拜前半点钟，我大概1点钟我就开网络啊吼，我就伫遐准备啊，我惊我万一若有出代志安尼，所以我拢1点钟前我就先准备好势，啊，然后就我邀请兄弟姊妹半点钟前就开，啊，然后开始会当伫遐开讲，因为伫迄个中间有真济的长辈，其实因的心灵是足恐慌的吼，足恐慌的，因为伊拢去用禁止嘛，也袂当出外吼，啊，袂当出外以外吼，佫有当时啊会去看着别人吼，你像这就是吼，啊，即种面对毋是咧做礼拜啦吼，这就是伫遐开讲吼，伫遐开讲，啊，会友一个一个慢慢啊起来吼，一个一个慢慢啊起来安尼，增加啊开始伫遐互动吼，啊，即工即个老长老伊就书会吼，啊，我着讲道嘛，要搁主持圣礼典嘛吼，啊，咧会友，啊，搁连伊会互咱看吼，搁有弹琴的吼，这是搁另工的啦吼，嘿啊，即个周牧师即摆嘛伫咱的聚会线顶咧，甲咱做伙聚会吼，周牧师平安，好，啊，阮读圣经，我拄则讲迄个，搁有启应文嘛，等等遮会拢有吼。吼，啊用遮个，啊你会知影讲，什物人有起来，什物人无起来，啊足清楚，啊你就会当啊，前礼拜牧师伫教会咧讲点名吼，啊你就会当知影讲哦，啊什物人，伫厝里网络阁无起来，啊是毋是身体无爽快，还是安怎吼？啊，即种的互动吼，真侪人毋知影要阁关偌久，所以迄个心情足郁卒啦吼，啊。视讯的互动是一种团体生活吼，我一直强调这所有会情的分享、彼此的沟通吼啊，迄是非常重要吼，非常重要。啊，一礼拜来的情形，咱的肉体、心情等等拢会当分享吼。捌有长辈讲吼，伊吼足惊吓，因为吼隔壁前几工啊救护车来载人啦吼，啊，搁足惊讲有迄种灵车出现啦吼。啊，表示已经有人破病过身啊吼，等等的吼，啊，佮会后咧，会后嘛足重要呢吼，会后了后，照伫迄个头前所分享的，咱会当来做伙，透过安尼啊，比如讲，我规定讲啊，某物人你替什物人祈祷，某物人啊，逐个安尼来互动来代祷吼，啊，用安尼望伫未来一礼拜，上帝甲因三个弟弟保守吼。我甚至捌邀请逐个讲吼，你准备今仔日礼拜吼，你中昼顿先准备好啊。美国人阮伫美国定食冷的是无问题啦吼。嘿啊，讲准备好势吼，啊连伊吼，起来逐个分享，我今仔准备什物菜吼，因为迄个时阵逐个人拢袂当出去嘛。哦，啊，伫迄个所在，你嘛会当透过安尼去看着某物人伊可能食了较无好势，营养较无够。哦，啊，咱会当透过安尼去甲伊诶囝儿孙小可托一下，哦，啊，望会当帮助伊吼，即种诶互动伫迄个所在足重要吼。啊，规定65岁以上袂当出门吼，维持一两冬诶时间啦吼。啊，真可惜就是讲，因无法度出来，啊嘛真惊吓，啊，过来因诶少年人上面爱工作，上面爱照顾厝里诶幼婴啊。所以伊无法度讲安尼定定转来吼，逐不时转来，啊，有一寡长辈因会心灵会空虚，也会惊吓吼，啊，所以我就会去到伫迄个会友诶厝里因诶门口吼，啊，这是阮去探访就一对牧师夫妇吼，啊，因倒伫门内，啊，阮伫门外，啊，安尼甲因请安，小可开讲，啊，保持一个距离，为着因祝祷吼。啊，这是周牧师啦吼，啊，这是因兜吼。啊，周牧师较勇敢吼，周牧师是药剂师，退休了去读新人医啊吼。啊，伊就行较近来甲我讲话安尼吼。啊，就想伫因诶店诶，伫遐来甲因请安吼。啊，用过安尼诶互动，就会当了解因诶需要吼，啊，要安怎来甲因来互动，啊来关心，迄是一个网络礼拜所做会到诶，但是礼拜直播是做袂到诶吼，这是有差别诶啦吼。好，
过来就是讲，网络洗礼会使无啦？网络诶圣餐到底会使无啦？吼，这是足济吼，特别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牧师就讲吼，这甲咱诶信仰吼有违和啦吼，有违和啊。所以虽然有捌有中会甲我问过，但是因等于中会讨论了后，就去互甲讲袂使吼，安尼尔吼。好。网络举行圣餐到底是毋是圣餐啊？吼啊，要安怎来执行吼？啊，当然咱要思考圣餐的本质是虾米货吼？咱前礼拜有讲着吼，今日小可过来回复一下，我有小可用旧的资料，佮小可解过安尼吼。咱再来看吼，圣餐的信用意义是虾米货啦？吼啊，咱当然要对遮来想啦吼。咱知影耶稣设立最后晚餐，这是对传统的搬过节来吼，转化做基督信仰的一个足重要的吼。啊，最后晚餐，耶稣叫伊的学生，伫马太福音26章迄个所在，叫学生去准备，无讲要准备虾米货，但是呢，伫迄内底，咱就知影讲，伫搬过节嘛，就是照搬过节的无夹饼、甲葡萄酒嘛，吼，甲葡萄酒好。啊，咱就知影讲，啊，因着爱准备圣餐的物件吼。好，第一个吼，因无家己咧拜堂啦吼，伊去人诶面家厝啦吼。好，伫圣餐诶历史甲咱教派，咱前摆有讲着吼。啊，当然天主教是讲因诶圣礼典有7项啦吼，咱较简单2项尔，7项包括咱拄则讲婚礼吼，等等诶这，到底要网络有算无吼？啊，医病、祈祷，安尼有效无？吼，共款的意思吼，咱思考啦吼。好，啊，神职人员受设立吼，我无放相片啦，我嘛无放这个资料内底，但是阮有一个长老教会，我的中会内底，我做辅导吼，啊，伊单去台福做英语牧师，啊，阮的中会甲伊接纳，单甲设立。所以是大福教会主任牧师，甲我，甲阮的议长，甲书记，吼啊，甲因太太，阮拢总7个人伫现场，其他拢用网络，吼啊，伊就封牧就任，吼啊，阮美国长老教会吼，阮太平洋中会所有遮的牧者、总干事，因拢用网络去见证这项代志，吼。啊，这就是遮咧讲的吼，神职人员的受职礼吼，这嘛是算在啊有效无？当然有效啊，哪会无效吼？好，先教咱普通干那讲圣礼典甲洗礼尔吼，咱前礼拜讲着吼。啊，新教内底佫有初恳等等遮的吼，啊，但是咱知影，咱会当用即个来去思考，伫网络中间要安怎去来处理啦吼。好。天主教甲东正教讲是话直说，咱已经有讲过啊吼，因为感觉讲迄是上耶稣的身体啊吼，捉到了后，啊圣语总是讲暂时临在伫遐吼，啊礼拜煞就无啊吼，啊新教讲是上顶啦吼，这是上顶耶稣的身躯，上顶耶稣的血，实际上是圣神甲咱三个伫地，那安尼时阵圣餐。透过网络信息会当工作无？这是思考的问题啦吼。好，当然照保罗的教示吼，咱就知影讲啊，主受袂迄面安尼，咱伫圣餐的中间嘛会读哦。恁逐摆食，逐摆啉，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惊安尼来纪念我是咧讲咱的活动吼。这是阮伫一个加州的东平山顶吼，叫做大雄湖山顶，啊，迄一天阮要去哩吼，有2台车险险啊发生暴风雪内底的车祸吼，一台是我，一台是另外一个兄弟，即摆迄兄弟嘛做牧师啊吼，啊，阮2个拢伫迄个暴风雪中间咧开车吼，啊去到遐拢去足暗安尼吼，啊了后我就甲圣地亚哥一阵的兄弟姊妹伫迄个所在来收圣餐，这个饼阮家己做的啦。吼，我家己做，我甲因教，啊，要安怎来做无夹饼吼？当然毋是一定要无夹饼，我咧毋是甲
解说吼。这位较特别，这位是意大利籍的吼，诶后代，啊，伊本地是伫天主教内底做修士，啊了后伊吼离开来参加伫基督教会，啊伫我的教会内底，伊带台湾人吼，带台湾人，啊了我嘛做伊的辅导啊。鼓励伊去读新人院吼，伊即马听讲嘛，黄某啊伫病院咧做院牧啦吼。好啊，咱知影保罗先生有咧甲咱讲守圣餐一个真正正确的态度，甲真正的意义吼，啊，就是要来学习耶稣基督迄种牺牲，来纪念伊，来实践吼，咱着爱安尼行吼，安尼行。所以我伫迄个疫情的中间，我对兄弟姊妹足强调，迄个网络礼拜毋是直播吼。爱用网络礼拜彼此达到迄个团契的生活吼，所以提醒基督徒每一届都拢爱安尼来去思考，然后来甲行出来安尼吼。所以伫新的改变内底，咱就是嘛是安尼讲啊，咱都爱彼此相听吼，安来见证吼，啊来互相体会吼。耶稣咧擘饼的时阵，咧甲咱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是医生吼，拍破吼。你看这面包这大碗啊吼，阮逐个是吼去啊，家己去挽一块，啊去温葡萄酒，啊就食落去安尼吼。伫美国，阮咧守圣餐是安尼，你领着了后，就马上享受。咧分饼的人会甲你讲，这是耶稣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啊，旁边的人就会讲，这是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新约，吼啊，要赏赐互你吼。啊了，阮就马上食吼，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共款，咱拢爱了甲做伙食吼，这无共款的吼。所以第一个层面是牺牲，第二个层面是分享，第三个层面是传承，或者是讲传递、传出去吼，传递出去安尼吼。所以啉这个杯就是立约。甲主立约，来彼此来誓约吼。啊，另讲则个有机会，则个甲咱讲着即个誓约，啉即个杯诶真正诶意义，甲犹太人诶背景到底是啥物诶吼？另讲我搁找机会来甲咱讲啦吼。耶稣捌伫克西马尼园诶内底祈祷讲，将即个杯刷走。即个杯是伊要面对诶苦难，吼。上帝爱伊啉落去，伊就是伊诶血所设立诶新约，要成做咱诶救赎吼。伊诶苦难成做咱诶救赎，是咱诶愿望。所以借着安尼，咱领受了就来。得到安尼应允，会当甲伊会当有立约啊，来做伊学生，来彼此相听好。所以伫这个武汉肺炎的这疫情的中间，咱要安怎守圣餐啦？要安怎准备啦？吼，当然我捌听有人讲吼，一定要无用无夹饼才会使啦吼。但是事实上，一定要用无夹饼嘛吼。当然照圣经来讲，耶稣设立的暗顿吼，晚餐最后晚餐是用半过节是无夹饼，毋对啦吼。但是咱知影无夹饼有伊的背景，就是出埃及的时阵，因未符合面粉的发价。但是咱即马诶无夹饼拢是买来现成的呢，拢缀好的一块一块圆圆安尼呢，吼。啊，这到底你若讲要遵守旧约的传统，那安尼你无夹饼，就爱家己做呢？吼，这我会认为是安尼啦吼。所以毋是因为讲无夹饼，所以咱就一定坚持无夹饼。犹太人会安尼坚持啦吼。所以超级市场拢会卖迄个无夹饼，顶悬佫有迄个劣币的吸引啊，讲我监督的真正无发价安尼。吼，因是为着要导咱，所以面粉才无发价，但是因不妨因是食发价的物件吼。这是我共阮迄工诶吼，阮着甲遮兄弟姊妹伫朋友诶别庄内底做伙来守圣餐吼，伫遐来礼拜吼，阮彼此服侍安尼吼，两个人做伙服侍吼，我等下用骨若张两个牧者做伙服侍圣礼典诶，即个现场啦吼。好，那要照
照旧约的传统，无甲饼应该家己做啦，吼，嘿，啊，安尼才会当符合啦，吼。好，台湾人真古锥，古早用吐司，吼，嘿，啊，我拢会记哩吼，拢爱去斗用吼，吼，啊，拢爱切边啊，吼，烘迄个臭干拢爱刮起来，啊，剩白白伫内底啦，吼。啊，为什么用吐司？吼，咱知影吐司台语叫熟芳啦，吼，熟芳的意思就是讲吼，伊是芳类内底当作是上俗的啦，吼，安尼上简单，搁细细角角一块一块吼。我会记迄阵仔买啊，一个甲无到1箍啦吼，安尼吼，足细汉的时阵啦吼，好。啊，熟芳是迄个高度发酵哦，吼、若安尼是毋是过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礼典拢无效？吼、等这互咱思考啦吼，这是阮伫美国迄阵疫情的时阵，阮伫厝里用吼，做即个网络的圣礼典，吼、安尼伫这个时候，我嘛用熟芳啊，吼、嘛用熟芳啊，吼，我用啥？我用乌龙茶呢，吼，我用乌龙茶吼，好。为什么无要用葡萄酒？咱是安怎用葡萄汁？台湾新人伊吼，捌一届师生礼拜，阮迄阵个伫学校咧读大学的时阵，捌照圣经的记载准备葡萄酒，结果叫教授骂甲吼，嘿。其实咱早期受着宣教师迄种清教徒的观念，感觉讲啉酒无好，吼。啊是啊，我问伫台湾会当用乌龙茶无？吼，甲圣经有违背无？吼，这是有一寡思考，互咱来想啦。到底圣餐是咧收一个表面天书，或者是讲咱会当用咱本土的物件，吼，用咱本土的物件，吼。一个人主持，因为咱过去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拢是单打独斗，一个牧师咧牧会。咱伫近代内底才有即种团队服饰吼的概念，甲即个机会吼。基督徒真强调同心合一、团队服侍。圣餐是毋是会当两个牧师？我拄转来迄一当，过冬啦吼，即个受难日的时阵，伫咱的教会联合的圣礼典。受难的圣礼典，我着邀请洪牧师做伙来主持吼。这是伫美国的长老教会内底吼。这个是日本牧师吼，这个是美国牧师吼，足水的迄落彩妆啦吼。好，两个做伙来主持吼，这嘛是吼，两个做伙主持，无共性别，共款的牧师节，无共款的族群，做伙伫迄个所在来服侍吼。搁有邀请其他的同工也做伙来服侍吼，来做伙服侍安尼。这共款而且这个所在，这嘛是吼，有无共款的同工做伙服侍，这是一个真水的团契生活。这前礼拜互咱看过吼，这拄则我讲的伫咱的教会所举行的吼。好，一定要伫教会吗？我捌听有人安尼讲吼，圣餐一定要伫教会内底才会使，因为有圣餐桌，别个所在无圣餐桌，安尼才有神圣。有真侪无共款的坚持甲想法，但到底真正是安尼吗？过来，我是足看咧看圣餐啦，但是有一项物件我无法度透吼，就是易开罐的迄个包装的即种物件啦吼。上头起先是因为用伫迄个，亲像美国迄种大型的特会，几千人、几万人的聚会中间，因感觉若要照传统的即个圣餐的方式用过来吼，圣餐着爱两三点钟去啊吼，所以着发明即种物件。当然，生意人较巧吼，但是圣餐真正意义是啥物货？咱倒转来看，我拄则写的吼。圣餐真正意义，特别是八饼吼，八饼咧表达八开是牺牲，互人是分享，传落去是传承。但是你用易开罐的，易开罐的吼，到底有啊无？
这是我转来了后，咱的台北中会开中会了后，有胜利店，日本的，就是这易开馆的这易开馆的即种的下甲葡萄汁，顶悬一片饼，好，安尼我逐个偷这拢感觉足有压力的，因为拢偷袂好势啦拢偷袂好势而且我连续搁互咱看你要看即个有无？过期品已经过半冬嘛佫摕出来咧用因为是寿圣餐，所以我毋敢浪费，我嘛甲啉落去对我了后，我甲中会反映，我讲恁安尼做实在是袂使我足无介意即种物件，即种物件完全无有守圣礼典的意义我甲主礼者无互动，我甲分圣礼典的人无互动即个彼此服侍，我感觉即个意义较重要好。拄则咧讲一定爱伫迄落礼拜堂有人安尼讲啦但是咱知影咱有真济长辈伫疫情了后，因为身体无好，无法度来咱的教会做礼拜无法度来甲咱做伙守圣餐，歹势才佫一首无改着咱伫3年前开始，咱的小会有真好的意思就我着安排周间去咱的兄弟姊妹的厝来做伙守圣餐，这是即个礼拜三下2摆后个月我会阁安排咱伫家庭内底也毋茫将上帝的听来带，咱注重是圣礼典迄种圣道的相通，互相的交陪，将上帝的恩典来甲人相甲分享，迄种的意义啦感谢咱同工拢拨空来做伙这伫梅子节因兜来梅子节因兜人有较济这后日要倒转去德州批货会当甲因互动伫这因这个细汉后生伫加州透过因的监视器翕落来相片安尼会当看见讲因嘛真重视，知影讲教会要将圣餐带到伫家庭内底，因伫美国囡仔嘛真关心即项代志安尼好，网络圣餐到底会使无当然因感觉讲神学的思考，因无法度来经过既然讲神学啦咱就来讲啥物是神学。神学嘛会当足专门的科学问，神学亲像咱即马咧讲上帝的代志，咱就是咧讲神学啦，咱就是咧讲神学讲上帝的代志就是神学当然愈讲愈专精，愈来愈变做学问民间宗教的即个宗教学院，伊嘛讲因咧读神学呢，你捌听过无所以，咱咧讲的神学到底咧讲啥？你爱先界定好势啦加尔文安怎讲？加尔文安怎看圣餐拄咧写这个时阵，我就去网络找着一本硕士论文，互我足着惊。伫台湾有新学生毕业的时阵写这个做论文，对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来看圣礼典线上圣餐的神圣性我感觉真趣味咱若有机会会当去看爱去登记才会当下载安尼好，伫台湾的处境的中间，我感觉讲这是一个先天性的探讨啦当然我伫美国无法度，阮就是一定爱想办法去处理这样代志中会嘛足清楚来表达讲，就是安尼做安尼所以阮就真自然的安尼做，阮也无去想这对狭义广义来看伊有无共款的讲法啦伫广义顶悬来讲，伫讲人的交陪，伫迄个事务中间这是广义的意思
我有放伫咱的讲义内底，咱会当去看啦吼。啊，所以咱会当看讲，咧支援人的软弱的心。我感觉伫网络，伫疫情的中间，透过网络来执行圣餐，会当达到这绝对是无问题吼。咱知影张老总是对加尔文主义落来吼，若要对神学，咱就要倒转来上源头看加尔文安怎讲啦吼。啊，林清岳传道书伊写的我感觉咱会当好好啊来看安尼啦吼。这是一个圣道的相通吼，互相会交陪。当然，伫网络中间咱无法度亲像安尼，但是咱透过网络嘛安尼来表达。阮安怎处理你知无？我请兄弟姊妹我比如讲，我伫厝里先做一个安怎做无效饼干的影片，送互大家去看。阮有约定好势，咱即个月咱用熟棒，咱后个月大家做伙来做，伫家己的厝里家己咧做无夹饼，然后家己厝里安那，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当牧师讲咱做伙来享受的时阵，就你伫厝里，我伫我遮做伙所以透过网络的圣礼典来表现咱甲上帝的交陪，甲人，所以我咧讲迄个网络礼拜很重要，所以网络圣餐嘛是透过彼此的互动，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安尼行网络圣餐重视的是迄个分享，彼此的服侍，是一个洗脚，嘛是一个传扬的一个呼召所以基督徒透过安尼你若要坚持迄种原来的最后晚餐，你着爱甲耶稣做伙啊。咱即马看袂着耶稣啊，而且咱咧讲，透过安尼是甲圣神三甲做伙，透过洗礼滴水是圣神亲自的洗礼，迄是一个上顶的意义。较重要是人甲人的交陪，人甲上帝的交陪。若安尼讲，网络圣餐。可行不可行？我想迄个答案就真清楚啦，真清楚咱对于大使命来看耶稣交代学生讲：恁去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过来咧，吩咐因一切，我甲恁教导的，互因去遵守，我着甲恁三甲伫地所以咱只要会当用安尼去传。去分享，就会当得到上帝迄种以马内利同在。牧师嘛，几若摆伫礼拜中间，甲咱问：咱捌看过耶稣无？毋捌啊。咱透过啥物来认捌耶稣？透过圣经，透过圣神，透过祈祷，透过兄弟姊妹彼此的交往，即种的互动较重要，毋是迄个仪式。讲我神学透袂过足可惜啦伫咱的法规内底有讲到受圣餐的方式、物件无讲到方式甲物件啦只有讲到迄个资格啦，拄则互咱看到戒规啦佫有讲次数当会着2个月一摆，一年上届无6摆。聚会一年上届无爱2摆，安尼尔定，无有啥物其他规定顶悬甲神学有迄个问题啦有问题安尼所以亲像林清岳传道书伊的毕业论文所咧讲内底有一句话讲：若离开本质的上顶意义，就失去迄个本身的意义。圣礼典嘛无法度成做信仰的帮站，所以咱着爱倒来伫迄个本质去思考啦。爱倒来伫本质内底思考，咱的本质若对，圣餐会当用真济方式来执行像咱前礼拜2礼拜前咧讲到洗礼共款，即满足侪形式每样讲，我若浸伫迄个水内底，伊毋是浸信会来浸伫水内底，迄种绝开的感觉会互我有过活的感觉，嘛 OK 无问题嘛迄拢无问题你讲迄个意义本身的意义是更较重要
阮就是用安尼来吼。礼拜我讲互动诶礼拜就是，换哪有司琴伫因兜弹琴哦，毋是无哦，吼，换有司琴吼，有安尼收圣餐互动，吼，即个逐个伫厝里家己食，吼，即先食，然后啉杯，吼，啉杯，各种诶杯仔拢有，吼，就是安尼来接受迄个圣餐，透过网络，吼，透过网络来有即种圣道诶相通安尼吼，好。好，来甲逐个分享到遮，有啥物问题，也是有要分享诶，无？有无？老师迄篇论文吼，嘿，就是你顶摆有带阮去迄个什物教会啊？何必教会？你伫遐画一个图，何必教会？画一个图迄个教会。嘿，何必教会？伊伫遐做传道书。对对对，就是姚嘿，牧师诶囝婿。对对对对对，嘿，是是嘿，是。迄篇是伊写诶。哦，嘿嘿嘿嘿，对啊，我感觉真特别，因为伫台湾，特别是伊个是2020年6月毕业，表示伊伫疫情进前就咧思考这物件，吼。因为写论文毋是半当一当会当解决的代志诶吼，所以我是真无简单，伊有伊诶先知性伫咧，嘿，对，是，嘿，好，多谢。对，搁有无？咱欢迎迄个加州诶周牧师有伫咱诶中间啦吼，嘿，周牧师出声一下，互阮甲你欢迎，迄是毋是正贤？正贤吗？哦。应该是哦，还是正正贤贤哦，周呢？正贤啊，歹势歹势，我就是你诶名甲伊诶英语名共款啊，歹势，哦，华语名拢安尼。哦，正贤正贤好，那么欢迎正贤来加入咱的灵性小组了哈，好，正贤已经来几个礼拜啊？对对，伊过来几个礼拜，对对对，嘿，歹势，我今仔日会看到伊吼，好，嘿，因为圣餐比较较有争议啦，比较较有争议吼，其他的礼拜逐个咧颠倒较无啥物苛刻吼，伫圣礼殿顶悬吼，我知影台北中会无法度接受吼，台湾有安尼做诶教会，我毋捌听着呢，嘿，吼，这较可惜啦，我感觉这个需要去思考诶部分啦吼，嘿，诶，我一直感觉讲，这圣礼殿是一个，伊毋是一个足八股的东西，它是很生活化的，吼，我感觉非常重要吼。跟咱咧讲的迄个信仰告白共款吼，有迄个华语教会甲我反映讲吼，阮吼拢无咧用信仰告白呢。我讲莫怪啊，恁安尼吼，恁的信徒的信仰基础拢无够稳。伊讲为虾米？我讲吼，你注意下看吼，信仰个别圣经，甲所有的信仰的元素拢浓缩起来啊。但是华语礼拜拢无咧用，我嘛足可惜吼，足可惜。当然这爱教导啦吼，这爱教导，嘛爱慢慢来改变安尼吼。好，哦，牧师，是，我加油。好，我请问一个问题，好，就是牧师，你刚刚的说不太能接受易开罐的那个方式，除了它可能过期哈那些原因之外，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不太能接受的原因是哪一个方面？我刚刚有讲到，其实过期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我比较重点是说，圣餐的波饼是有一个牺牲，为你牺牲、分享跟传递的意思，但是在用那种方式，就好像得来速的感觉。你了解那个差异吗？
大概能够理解，就是哎，没有分、没有传的那样的对一对对个一对对个一个对对，象征是，仪式的样对子。对，比嗯如说，也没有播啦，哈，就对，没有，像我们在美国，我们如果一场礼拜中会开会，有时候跟他们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时候，两三个人在两三百个人在聚会，那怎么办？没有问题，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分8个站，分8个站，让弟兄姐妹就近去排队去领，不会花很多时间。哦，我们就把它分开。其实那个在操作上是可以去处理，而且你可以看到更美的一个部分，就是组里的2个牧师，他剥饼之后，再把那些东西剥成一份一份，让2位同工来领去，2位同工领去，就好像耶稣差遣他的学生两个出去，又到另外一个地方设了一个站，在那边来分享。你又可以感觉到说，像5000个人吃饱一样，耶稣让12个学生去喂养所有的人，大家一排一排的坐好，好，那种分享，我觉得那个意义了哈。刚林清月传道在讲的时候，那个意义本身那个很重要啊。你为了省时间，或许在疫情当中怕那种我们说的那个会染疫哈。既然政府会让我们公开聚会了，就表示疫情的情况就比较受控制了。我们只要像我们现在一样，发饼的人戴手套发给他，基本上还 OK 啊。那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解决的啦。那我觉得说不要什么东西都想方便了，都想方便，我觉得那个意义就不强了哈。阮伫美国咧收圣餐用咱这种饼的嘛有嘛有。然后在信义会的时候，他们在讲台前会有围栏杆，栏杆的前面有那个软垫，就是说就像天主教一样，你会怎么样？你到前面去跪在那边，让牧师把饼跟杯给你，也有像刚刚那种剥大饼的方式的，这样沾。后来有一个被改掉了，跟以前传统天主教的做法一样，去领了饼你不能动手是天主教是这样做神父拿饼放在你的嘴巴里面，然后再拿一个大的酒杯，然后大家用嘴巴去喝，然后另外一个就把它擦干净在疫情之前还有人这样做，疫情之后这个就改掉了，为了我们说的卫生或是说防疫这个就改掉了，这个就没有了。我们在美国大概有3、4种，我们会在教会里面轮着做，就是要让大家去体会不同的那种剥饼的感受我下次我把那个说杯的立约的背景把它整理好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讲，那你大概就会更清楚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在意不要用易开罐的。好，谢谢牧师，了解了。好，那无的，请嘉雅长老带我们祷告结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又透过牧师，重新带领我们思考在，网络礼拜，透过网络是不是可以做圣餐，的这样的一些议题的思考。父神，谢谢你赏赐我们这样的时间，也让我们更从整个信仰还有你设立圣餐的本质去思考，重新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需要的是在心里面与你立约，很多外在的形式或许没有那么多的限制的，
父神，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眼界来看待这些事情。谢谢主你的恩典，保守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也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前几天教会的灌浆，主你仍然也赏赐我们非常好的天气，能让这一切也都能够非常的顺利的进行。我们继续将教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治理上面，我们更多需要彼此的包容跟学习的，主要都求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用谦卑而且爱心彼此互相来扶持，来一起来建造，不仅有是外在实体的教会的建筑，更是我们内在和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的群体。谢谢主这样子教导我们，也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这一段时间的领受。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好，谢谢大谢谢家。长老，多谢牧师，大家。